妈，你看这手机够新潮的呀。这什么牌子呀？苹果的。喜欢呀？嗯。小东，下次再买吧，妈带的钱不太够。来，放桌上，放桌上。哎呀，过去真没有体会到买东西是一个那么有乐趣的事情。过去总是工作呀，您就不心疼啊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心疼的？你真是不了解妈妈，只要你高兴的事儿，妈什么都舍得。哎，小东啊，妈有个事儿想求你啊。没好事。那我不说了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是不是想让我今天晚上住这儿啊？怎么样？行啊，真的？答应您。哎，过去啊，你姥爷啊、姥姥老说，父母不慈，儿女不孝。过去真没体会，看来啊，老人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。妈妈过去很多事情确实做得不好，不过我也不后悔。现在我要拼命挣钱，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，我要供你到国外去读书，而且我绝不会让我儿子在读书的时候去打工。那您明天还带我去买东西吗？不去了，你都答应今天在这儿住，明天我就回去了。妈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去休息会儿啊。快去吧。服务台嘛，我是317房间的客人，我呀预定了1个星期，想在这儿住1个星期，可是家里那边突然有点事儿，我想提早回去。你看我那个明天退房的时候一块儿给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喂，王琪，你说的真对，明天早上就走。啊，对，连最后他想给我买的那个苹果手机，他也说下次才买。对了，王琪，你跟我爸说一声，我今天晚就住这儿了啊。好，不说了。小东，先这样啊。好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是小东的电话，他让我告诉您，他今天晚上住在他妈那儿，明天送他妈走。这铁芳还挺会收买人心的啊。妈，你说他妈也没钱，今天小东看上一个苹果手机，他又买不起。早点睡吧。小东，妈妈真是太高兴了，你能跟妈妈在一起待一宿，我一宿都没睡好。哎呦，我们来的正好，小东，这个先给你，阿姨路过手机商店，先给你买的最新款的。谢谢，您怎么钻到我的心眼里去了？只要你喜欢，阿姨就开心了。我看看。哇塞，这么好，妈你也真够偏心的，不给我买一个。哎呀，你怎么瞎说呢？你那手机不是刚买的吗？
天芳啊，你看这次到来呢，也没请你到家里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正好抽空来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打车走。我知道你想让小东不忘记你，辛辛苦苦赚的钱换来2分的挥霍，也不容易，你说值吗？当然值了。妈妈做牛做马赚的钱，不就是给儿子花的？那你这怎么了？有事情。您看，您昨天带我去买了那么多东西，结果晚上我一回去，我爸他们又带我去买了好多东西。妈，你看这手机够新潮的呀。下次再买吧，妈带的钱不太够。哎呦，我们来的正好，小东这个先给你，阿姨路过手机商店，先给你买的最新款的。谢谢。天芳啊，我知道你想让小东不忘记你，辛辛苦苦赚的钱换来2分的挥霍，也不容易，你说值吗？这个茉莉呀，真他妈够坏的了，她就是想跟你作对。我看呐，这回啊，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，明摆着想把小东拉过去。就是要赚够4万块钱，我去把儿子给接回来。天芳，你这么做，对小东不太好吧？干你的活儿！我把钱给你，你能把儿子给我接回来？小东，你过瘾吗？太开心了，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。小东啊，来，抽时间解解乏。哦，不会，我会，人都不会。老猫，说谁呢？说你呗。